立法院國民黨團甲民眾黨團拼要佇咧11月公投北大選，要甲各公投案印佇咧同一張選票落去等，也最後是已經直接送到立法。中選會主委游永良表示講這若是有完成立法，一定是一場災難。也為着要保障原住民族的投票這個權益，中選會改善原住民族投票的作業，今日落去演練。我沒有帶投票通知單，只有帶身份證，這樣可以投票嗎？沒問題，只要國民身份證即可。無記原住民領選票有可能面對各種形形出現的狀況，受訓了後的選務人員都會當一個一個來應對。因為過去發生原住民領無選票和投票的秘密防漏洩的事件，對這中選會是加強原住民族投票的作業做推演，佮做模擬演練。中選會主委游永良講，這是歷史性的時刻，代表選務機關對原住民族投票權益的重視。讓我們去實際上去沙盤推演，實際上去模擬演練。看在這個演練的過程當中，去找出問題。了解3月11月公投北大選，目前已經要議討的公投案是包括移轉投票、反廢死、交通罰錢專用、變形中啟核電安樂死。國民黨立委賴士葆是提出公投法要修法，要甲各公投案印佇同一張選票來選。結果若袂佇議會強勢通過，已經準備要議討。游永良大聲反話，若完成立法就是災難。若袂定也想要甲公投的數量減少到4案，伊嘛講真有壓力。既然是政黨推出公投的項目，那政黨就有能力也有責任去將它維持到一個不這個嚴重衝擊選務的這樣的一個適當的數量。他希望各政黨能夠來減少公投的數量，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大家都了解，他等於用技術問題來否決直接民權的提出。真的是莫名其妙啊！民眾黨團總調陳清良駁回，強調中選會這任是辦好選務，不是公開放話來影響立法院的職權。講在也會做溝通，審慎來做出決定。另外，若要佇邊緣公投是無共識，民眾黨主席吳國昌進前講，會安排因的立委去做時對時的辯論，要引起社會的討論。交通罰錢公投的部分，民進黨團提議講，會當透過立法院的修法，還是提出主決議來處理，無需要透過公投。記者綜合報道。